来这个中国阿强啊，继续出卡手来扰乱台湾。为昨早起开始24小时内，共有35只的军机军舰伫咧台湾海峡的周边咧活动，其中有4只海警船驶真晚，离咱的军舰只有1海里。海巡署讲，全程拢一对一严密的监控，啊，即摆军舰已经驶走了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讲，中国就是咧霸凌台湾。监控。海巡警官手提吊镜，先经线加真严，唔敢放松。我家监的来监控。海巡安兵级结案监，将中国的海警船顶条条全程监控。中共最近一直咧扰乱台湾，今日日起又有9只海警船伫台湾的西南甲东南海峡绕绕踅，气氛真紧张。因为其中4只中国船甲8里舰相近，敢若差1海里。海巡署强调，伫过程拢是用1对1的方式严密监控。9只海警船已经对东部海峡分作2批北返，拢无进入咱国禁限制水域。 We need to be clear-eyed about China's ambitions. China is substantially building up its forces, including its nuclear weapons, with no transparency and no limitations. China is bullying Taiwan. 中国为17位保留空袭区，咱国防部也成立应变中心应应。是讲随着军演的危机解除，国防部命令解除各级的应变中心。也毋过，国防部昨伫24点钟内，又搁侦测到中共35只旗舰船伫台海附近活动，无论是空中也是海面上，游玩拢无平静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